Hello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8月12號星期三晚嘅每日分析。今日嘅標題我想講香港難逃加息厄運，港股樓市冇運行。好啦，咁講之前繼續都係呼籲大家俾 like、免費訂閱同埋分享，亦都要記住啦，講嘅內容咧純粹學術參考，俾大家一個嘅分析，咁啊不構成邀約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咁啊，亦都同自己公司做下宣傳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公司盧楚仁工作室嘅網站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嚟我公司咧訂閱做會員啦。咁啊，收睇精彩嘅每日分析嘅第二部分，同埋報讀有關嘅課程。好啦，咁啊收費方面咧，由159、199、14499同埋989不等啊，呢個就每月收費。咁如果你話訂閱咗一次過俾1年嘅話咧，咁啊譬如舉例，咁啊金會員咧你俾1年啊，咁啊就會送2個課程嘅啊，咁啊鑽石會員咧就會送3個課程俾大家，咁啊變咗咧就起碼有2、3個課程打底咧，咁呢個嘅預繳咧就相當之抵啦。好啦，詳情有關呢一個嘅查詢咧，歡迎大家記住啦 ，WhatsApp 9651858696518586查詢。好啦，咁啊宣傳做完啦，咁啊嗱同大家講一講最新嘅形勢啊。好啦，咁啊今晚其實美國咧就公布咗最新嘅 CPI，咁就冇乜驚喜嘅，亦都冇乜驚嚇，咁啊基本上同預期一模一樣。好啦，咁先睇翻7月嘅 CPI 咧，同預期一樣3.4，輕輕比前月咧咁啊叫做跌咗3.5，呢個年率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至於月率嗰度又點咧？月率嗰邊咧就係升到0.1，咁啊同預期一樣啦，當然亦都係咁啊。之前咧係負0.4，咁啊叫做喺月率嚟嘅咧升溫翻，年率咧就跌咗。咁啊核心嗰個 CPI 咧其實一樣嚇，咁啊月率咧都係升咗嘅嚇，由0升到0.2，但係其實同預期一樣嘅。好啦，咁啊至於嗰個嘅同比咧，核心嘅同比咧就由2.6輕輕升到2.5，咁基本上所有嘅基本上同預期一樣噶啦，即係喺呢個層面上咧就冇乜特別。咁啊，我見到個美匯好金好啦，咁啊都係叫挫上挫落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宏觀啲睇啦，宏觀啲睇即係乜嘢咧？咦，咁啊即係個通脹落唔到喎，咁啊係啦，冇錯，通脹係落咗少少，但係月率嗰邊係升，咁所以變咗咧，其實基本上整體嚟嘅咧就你話係咪話有呢一個數據顯示出嚟咧？話嚟緊可以減息，冇可能。OK， 呢個肯定冇可能減息呢個數據。好啦，咁啊呢個數據顯示出嚟，嚟緊會唔會加息咧？有可能，因為始終真係落唔到啊嘛，個通脹落唔到，咁啊會唔會有加息嘅可能咧？其實或多或少有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可能加息咧，亦都未必利好美匯喎。原因就係咩咧？大家可能就覺得就算加都唔大壓力，又或者咁啊，好似呢一排嘅風向啊，咁啊係炒乜嘢咧？就係炒押後加息。好啦，咁所以變咗就算加息都好啦，咁但係咧覺得都係嚟緊都係會押後加息嘅話咧，反而咧呢個咧就對美匯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啊，反而所以你見到美匯咧最近咧都係捱打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關鍵啦，咁啊我哋唔係話今晚主要同大家分析嘅美匯嚇，咁啊係分析乜嘢咧？就係分析個港股同港樓啦。因為咧如果你話美國都係嚟緊都係會加息嘅話咧，咁呢個香港咧可能會跟加啦。當然可能會跟加，可能唔跟加，但係問題就係跟唔跟加咧，就要睇翻香港本身嘅情況啦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如果今次美國加息嘅話咧，香港本身嘅情況咧係有機會跟加嘅。好啦，我哋先睇翻最近港股個弱勢嘅原因喺邊度啦？就係嚟自港元拆息普遍向下，一個月嘅 HIBOR 咧見2個月低，咁啊港元貶值見1年最弱。所以咧，亦都睇翻就嚟自明報啦，咁啊講翻報導翻就係香港嘅拆息咧，就係最近咧係普遍向下啦，咁啊跌咗0.78嘅點子，去到2.60，去到2.60啦，喺6月3號以嚟最低。咁啊，所以喺咁嘅情況下，拆息向下嘅情況下咧，咁啊美國嗰邊又炒所謂嘅炒加息，咁所以變咗咧亦都有一定嘅套息交易繼續咧困擾住個港匯啦，咁啊導致到港匯咧持續下跌，咁啊爭20零點咧就到7.85嘅啦，其實基本上好接近嗰個干預嘅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咧我哋睇睇個圖表啦。喺圖表方面你見到啦，呢個就係周線圖嚟嘅，咁啊美金對港紙，咁啊而家咧喺做圖呢一刻鐘咧就做到7.847嘅啦，7.847啊。7.8473最高嚇，咁即係話咧爭27點咧，金管局咧入市干預嘅啦。好啦，所以變咗咧咁嘅勢頭咧，似乎咧應該都係邁向7.85居多嘅啦。好啦，咁啊邁向7.85居多，咁即係代表乜嘢咧？即係話代表金管局要入市干預，入市接呢一個嘅弱港元。OK， 好啦，咁啊接走咗啲港元之後啦，咁啊自不然咧，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咧又會減少喎。咁所以香港銀行體系結餘減少嘅話咧，咁即係換句話講咧，導致到咧，就算美國唔加息都好啦，香港本身自己咧都有一定嘅加息壓力，因為個體系結餘銀根緊咗少咗，自不然咧稍後時間咧就會導致個拆息有機會上升翻，亦都驅使到
我哋嘅銀行咧有機會加個 prime rate 所以呢個情況咧就對香港嘅股市同樓市咧係好不穩嘅。咁所以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啦。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，最近港股咧持續呢幾日咧都係捱打嘅。咁你可能就話係咪騰訊業績唔好啊？係咪美匯強啊？唔係喎，美匯唔係強喎，美匯係枕住弱嘅喎。咁所以喺美匯枕住弱勢嘅情況下咧，你會見到好奇怪就係咩咧？咦，點解個港股咁弱嘅咧？人哋有得升，我哋冇得升嘅咧？但係原來大家都唔講唔知咧，就係話美匯弱咩？港元仲弱，港元對美匯仲弱，咁所以導致到咧喺咁樣捱打嘅情況下咧，基本上咧我又唔可以話無懸念嘅。咁但係如果咁嘅形勢冇變嘅話咧，擠下陰啲咁跌咧，港紙咧逼向17.85嘅話咧，咁基本上你都預咗㗎啦，都會嚟緊咧得捱打。去到7.85咧，佢就唔會一嘢即刻升翻轉頭喎。你睇下呢個周線圖，佢係持續困擾咗你2個月嘅，先至叫回升，回升嘅又嚟過啦。所以變咗咧，佢又去唔到7.85喎，佢又去唔到7.75喎。如果你去到7.75嘅，咁又好笑喎。點解咧？金管局咧就可以釋放翻嗰啲嘅港紙出嚟喎，接美金喎，抽走翻啲美金，沽翻啲即係叫做金管局個角度就沽翻啲港紙出嚟喺銀行體系結嗰度，銀行體系結餘嗰度多翻咧，咁咪好事咯。咁但係而家現時呢個問題就係咧，佢一路咧就算港紙升翻都好咧，去唔翻7.75，去唔翻7.75嘅話咧，始終就會令到一個現象就係咩咧？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咧就緊嘅，趨緊嘅。OK 銀根係緊嘅，銀根緊對於金融市場嚟講當然唔係好事。OK 你話銀根好充裕嘅，水浸嘅，咁當然呢個就好事嚟嘅。好啦，而家現時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咧得翻幾多咧？得翻539億4600萬港紙。OK 而家現時咧就得個500零億。好啦，如果以美金計咧就68.744億美金。咁大家如果真係即係喺金融市場打滾一定耐，得個60幾億美金。咁所以你諗下個少都幾可憐。即係全個香港嘅銀行體系結餘嘅港紙得個當540億啦，當得個540億 ，OK 68.74億美金。所以其實係少得可憐嘅。咁所以如果今次個港紙再被叫做唔好話追擊咧，再被沽去7.85嘅話咧，基本上咧再扯㗎啦。咁再扯走呢一紮嘅銀行體系結餘咧，可能得翻500億都唔夠，得400幾億，咁導致銀根係非常緊張，導致好多銀行咧可能都會用高息咧嚟搶存款㗎啦。OK， 亦都無疑佢哋用高息搶存款嘅話咧，無疑佢借翻出嚟嘅錢咧，亦都要高息。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，就導致到香港嘅股市方面咧，喺呢個情況下捱打。咁當然香港股市捱打回落不利，樓市不利。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央個政策都係咧，希望咧就唔好俾啲資金落嚟香港啦，或者外逃啦，佢哋叫就算嚟咗嘅走咗嘅，跟住追你稅啦。咁所以呢一啲咧影響係好深遠嘅。無論早排嘅一啲嘅證券行、近嚟嘅保險公司，以至未來嘅樓市咧，都有一定嘅影響。OK， 咁所以變咗咧，而家現時嘅咧就雪上加霜啦。雪上加霜咧，除咗中央嘅政策對香港股樓不利之外咧，如果再加埋咁樣加息法咧，如果香港銀根又緊，又嚟緊加息嘅話咧，對個股樓市場咧都係負面嘅。好啦，所以而家現時咧樓市方面咧，都見到啦，嗰啲嘅淡靜嘅情況咧又出翻嚟啦。市況方面咧，早排都有啲嘅小陽春啦，但係呢個小陽春咧告一段落咗啦。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咧又回歸淡靜，銀主盤又多翻。所以變咗，如果你話我短期內我都想投資樓市嘅話，好唔好咧？我就覺得唔好搞啦。OK，如果你話唔係喎，我諗住自己作為一個年青人、年輕夫婦，而家買樓自住O 唔 OK？如果買樓自住我就覺得 OK 喎。原因就係咩咧？你始終你供層樓、養層樓、養完啦、供完啦，基本上就層樓養翻你過世㗎啦，可以話，甚至乎因為層樓都唔會你退休嘅時候都唔會平得去邊㗎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如果你話我想買樓投資嘅，咁就真係諗過先啦，我就真係唔建議。OK， 但係如果我買樓做自住嘅 ，OK， 我都唔介意佢升定跌嘅啦。總之有層樓住，到退休啦，供滿有層樓啦，起碼真係唔使再交租。因為你事實上有一個你嘅情況就係咩咧？你譬如我唔買樓住 ，OK， 我租樓住 ，OK， 當然冇問題啦。咁租樓住，但係你如果一路租嘅話，你就租到你百年歸老㗎咯喎。OK， 咁如果你話買樓嘅話，我只係可能供20-30年樓嘅啫，之後咧就唔使供啦，亦都唔使交租嘅。
OK， 咁幾過癮嘅喎，又幾過癮嘅喎。OK，甚至乎將層樓我嚟租俾人，咁啊收幾萬蚊租，跟住自己翻上大灣區住退休咁樣，哇！咁嗰嚿錢又幾好使嘅喎。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喎。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，而家件事咧，你有我唔中意大灣區，你去馬來西亞、泰國咁大把地方可以俾你住。咁大份你揸住2、3萬蚊租金，去到嗰啲地方用翻2、3千蚊港紙去租樓，剩翻嗰啲我嚟當生活費，絕對綽綽有餘，我自己覺得。咁所以變咗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樓市方面咧就兩睇。如果投資咧，我諗就真係唔好搞啦。咁但係唔係喎，自住喎，即刻衝入去好唔好？又唔好住。我覺得樓市嗰 part 咧，咁如果你話我諗住真係自住嘅。自置物業自住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等等先 ，OK？ 因為短期間咧，我諗個樓市繼續會受壓嘅啦。咁亦都我估計都會大量嗰啲筍盤咧推翻出嚟。好啦，早排大家都知㗎啦，宏福苑大火災，搞到滿城風雨。呢度我都唔敢亂講啦，又話咩以災亂講，所以費事講錯嘢啦。但係我唯一可以講就係咩咧？藉住呢個事件咧，如果大家真係買樓自住嘅話咧，我曾經何時咧都喺唔同地方都講過㗎啦。如果你俾着我買樓自住嘅話咧，我一定買啲細洋房最好㗎啦。村屋都 OK，我覺得村屋啊嗰啲細嘅洋房啊，咩錦繡花園啊、加州花園啊，同埋而家大家睇新聞啦，我哋嘅淺月灣啊咁樣。呢啲細嘅洋房咧，屋仔咧，其實好處喺邊咧？就係話第一。將來萬一有啲咩疫情爆發，隔10年8年又有疫情爆發啦，你都唔需要太過擔心，因為咧你唔使搭 lift，上邊亦都唔會惹你 ，OK， 下邊都唔會惹你，因為大家嗰間屋係你嘅，冇上下冇鄰居啦，即係隔離有鄰居啫，隔離咁冇即係傳到過嚟嘅機會係有，不過機會唔大啦。第二，亦都唔需要話擔心咩搭棚啊、咩圍網啊、話大火啊咁樣，即係呢個又唔使擔心喎。OK，咁所以變咗咧，某程度。無論你用火災、疫情嘅角度嚟睇，都係安全好多嘅喎。就算你話我唔係咩搭唔搭棚、咩大唔大維修、咩圍網，哇萬一即係大家利是講句，隔離鄰舍火燭嘅，樓上火燭、樓下火燭嘅都會波及你嘅喎。但係住呢啲洋房仔咧，個好處咧，唔使擔心樓上樓下冇鄰居嘅，得隔離災啫，隔離大火基本上未必燒到你所以變咗咧，其實但係住嘅當然一定唔使我講噶啦，一定好住噶啦。所以變咗呢一個咧，就係喺嗰個喺個安全程度下咧，我覺得自住咧係好嘅。OK 唔需要嚟緊唔知要夾幾多10萬咩又大咩維修嗰啲嘢。好啦，呢一單新聞就係咩呢？個涉案個案嚟嘅。淺月灣大埔嘅單號洋房5年蝕432萬。好啦，大埔淺月灣呢一個都叫做。話新唔新話舊唔舊咧？個洋房嘅屋苑啦，可以話呢一個洋房屋苑咧，其實個位置唔錯嘅。近教育大學未到三門仔，亦都未到比華利山實用面積咧接近1500尺啦。OK， 接近1500尺，連接近500尺嘅花園，加一個車位，3房連一個工人房望內園啊。成交價1218萬。OK， 實用尺價你冇睇錯。只係賣8423蚊，但係其實基本上加州花園嗰邊都係咁上下價錢嘅啫。OK 都係8000零蚊一尺嘅啫。真係大件格抵食，夠好就好住。即係譬如好似你揸車嘅有車階級嘅話咧，其實呢啲地方好好住。原因就係咩咧？又唔使錢泊車，唔似話而家我咁哇！我大佬我住嗰度，我要俾5000幾蚊租個車位，真係肉都辣，尺不辣到尺嘅真係，真係唔好講。即係好啦，所以咧現時呢間屋咧係真係抵嘅 ，OK，佢而家現時咩業主2021年1650萬買入，持貨5年，哇帳面都蝕咗400幾萬，26%。不過據我估計咧，淺月灣呢一個嘅單位咧，佢最高峰嘅時候咧，我都幾肯定佢係過2萬蚊嘅。OK， 即係高峰期嘅時候啊 ，OK， 高峰期嘅時候過2萬蚊嘅，絕對唔出奇因為當其時嗰啲咩康樂園啊，嗰陣時我啲叫做短暫住過下，我都知道話都成3萬蚊尺嘅 ，OK， 高峰期嘅時候啲好嘅單位成3萬蚊尺，我當你淺月灣2萬蚊尺啫嘛 ，OK， 我當你高峰期2萬蚊尺，唔係3萬蚊尺而家其實基本上呢個成交價咧，即係話講咧，如果用高峰期嚟計咧，就唔係跌咗26%嘅啦。OK， 係跌咗咩咧？係跌咗58%嘅啦，好誇張，腰斬咗一半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咧，留意翻，哇原來跌咗咁多㗎啦，咦會唔會再跌到一半4000蚊尺啊？你自己諗有冇可能跌到4000蚊尺啦 ？OK， 我就覺得冇乜可能，4000蚊尺我都買我都即刻飛身入去
揸日啊真係唔係講笑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，咁如果你話咁某啲屋苑嗰啲嘅尺價哇跌到咁低啦已經，變咗再跌嘅空間就算有都好啦，我諗都未必會多所以變咗咧呢一類嘅單位咧，我覺得如果純粹記住唔係投資投資盡量等，盡量睇下先真係我唔等啦，我一定要我對樓市有信心，就算買嚟投資嘅話，都係地鐵站上蓋附近嗰啲會好啲，嗰啲升值潛力好啲。呢一個咧純粹就係計安全、計自住嘅啫到你百年歸老，即係唔係百年歸老，到你退休揸翻層樓，都值千幾萬嘅，咁你揸住千幾萬層樓嚟退休嘅話，咁基本上應該都冇乜嘢擔心㗎啦。攞嚟放租呢啲單位3萬幾蚊租一定租到 ，OK， 3萬幾蚊一定租到，咁揸住3萬幾蚊租。你到時攞裏邊嘅1萬蚊，租翻村屋，或者攞2、3千蚊港紙上大灣區租翻千零尺樓，租到㗎，絕對租到咁都得。咁所以變咗到時咧就你自己去研究你自己想要嘅退休生活啦。OK， 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